生伟，我是南中的客家人。你下多转到中下，多转两个物卡，重新去寻到一只方式，做对本汉下岛的后生人多转来。总统其实有很多事情都在做，唔单车讲爱发展啦，伊都去请新的机会，总统向下主动多好的资源做在去发挥。大家好，我是徐生义，今天请欢喜来到这片，然后大家分享你的故事。我呢是冈山农创冈山冈田组是客家人的东古做的指挥，就讲来到台湾，迁到伊的所在，做迄山脚下和迄山洞按用去冈山传承你客家的文化。不过呢，你遐山的物体咧，你做另外想一只办法，来重新的开垦你的土地，故说呢，你的做法就系讲，从老寮开始你去遐轻流行的青年旅社，开始都做一只农创店，因为你遐流行文创啊，都3年学了，所以讲，老你客家的知识唔单只迄北港啦，和迄金马坡安用天天规下你都山当做势，全部做迄客家人的文化还有知识故说规下的爱从产业的第1级到第4级，全部都要传承下来这是我们根山农创的全部的架构，你台山县做你北埔客家庄的重镇这片其实呢，唔单止客家人就讲有西烟的、海丰的都太埔的客家，其实还有塞夏族塞夏岛，还有泰雅族全部都带乡下。这些族群呢，其实我们都共享一种叫做耕山的模式你就吃到讲，从中国的原乡做客家庄带过来台湾，也让我做一客家庄。你个客家文化做迄地方的产业的前提，不过呢，产业产业又强用传承你的文化，意思就讲，像你遐按用的客家阿婆创山工按用的情况其实差不多的你遐讲创山工，大部分这种搁一只空间地图一只高斯地图带人去创山工，较无面死，故说像按用的东西咧共同啦、小火炭啊，做你想要传承的其实看起来是冇乜个，记住迄掠地方的掠中方人，然后山的遮乡下的味素做你按用的技术掠做迄你用田野调查的做法然后地方的山野全部打开来再有办法传承你的文化。你做迄你的青年旅社做法是讲，用网工一开始因为无乜个钱故说用网工的方式。网工呢，以前的网工是用国务的时间老人听书按国务的时间老人听书，富商的按用国务。今仔网工无共用迄来老人听书嘛，机费都嘛干呢，机唔迄费都你老人听书唔迄，机费都的有机费来那片了有机费来那片带下救掉的。迄只美国人亲美的亲顺风的美国人啊，去1星期，叫来到状况待2礼拜。其实按用的时间到台湾2礼拜做在第1年的全台湾都全部行透透。不过呢，其实都南中待2礼拜那边就去石头山啊，还去普落啊，全部都去到。其实那片东河高，因为半点钟就去到一只完全无可用的素材，所以那片的文化多样性是很丰富的还有那只阿赞狗，我们网工呢会留给天数让它除草啦，还有那个拍骨的足够晒那个稻谷像按用的动用林业的小农你全部会留给天数像还有你近的，因为当到后生人东校来到状况，东校来到乡下，想要好耕田，不过无土地无技术，大概就无。故说呢，你做老记得天数因为从起以来，你第一种下就有办法留乡上嘅天数去漂那个老农的土地还有高级的用的工种，还有老记的天数卖加上一只有内通的方式本来他都乡上人攞到难种。另一部分呢做你的农创店，做那个农创呢，因为你遐当多人讲嘛个文创，不过也是吃到你带种下以农为本，爱讲的是农创。农创係乜意思呢？就是講去尋到以前你東好的東西，就那山頭，那山，真見係南中地方的山
就按用照相片按用去画的，意思就讲，你希望讲，你的农创店正经做一个窗口吼，可以让大家去认识客家种吼，地方农产品背后的其后面的文化啦、历史吧吼。你我挖来这词呢，其实迄反的发吼，就讲泰雅路的原住民的发，挖来就讲东站哦，那上面东挖来哦，我用讲吼，故说这个字就代表了吼，叫做代表的。第二篇东都由菜体的族群带向下意思吼，因为就用那诗来做因农创店的名吼。台山县吼，8公年以来一次就有甘的、有茶、有米吼，但是这些就系因同载体同好的东西。故说呢，因想法就讲，然后载体好的东西转过一个新的方式来做吼，这个因去开发同载体好东西，好，像那酸甘茶。要做会因为因北部的客家种，吼，8公年以来一次最有甘的，一次最有茶。佢说东老人家唔攀得，哦，给副头甘按酸吼，加到位卖唔出去的茶叶，吼，按用做变酸甘茶。还有俩反种茶，俩做系轻贴片的东西哦，做因北部的客家种长有的哦。反种茶系乜嘢呢？就是以前啊吼，像还蛮有碰风茶以前的东西，做哦喏反种茶，好，英文哦喏。Formosa 乌龙 tea， 好，佢用意思，就讲以前出过咧，许多诺波，许多反崩的迄个茶，做那种反种茶，好，我也有人讲，迄因为因客家种吼，全部都带反那种那样，都老叫做反那种乡下吼，故说那种反种茶。有人讲，你还一种过一种，一种变过一种去，吼，爱用反种茶，不管係用的吼，你反种茶做迄碰风茶吼，东风明银茶的前身，吼，以前做那种反种茶。吼，给本个小绿叶蝉调过诶，很嫩诶吼，第下张精致变做碰风茶。其实第二个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吼，就会讲他当年他上嘛吼，他群腔，唔盼得讲阿里茶米本个从诶调到哦，湿到以后个上唔好，个纯诶吼，也强用做人去卖，结果卖东好价，因为挺凶诶，因为按用吼，再有。我喏为碰风茶，因为买到太好诶，他讲唔相信我喏碰风茶。你还要请诶，就讲嗰种以前的米西，落去钱多赚来。用诶，你的文化这种继续钱赚来，因为你下东方美人茶、碰风茶诶，加钱轻后唔会差，唔够呢那个耕地面积一直缩小，因为它很要求劳动力哦。他讲冇会摘茶，摘8公年了，以后冇他讲冇会怕钱唔得多哦。他一难亏困难，钱他讲冇会摘茶，那怎么办呢？哦。他讲冇摘茶，冇茶叶就干啥呢？其实我说你都做来做反种茶，好，大家做在基建，这个产业的结构会比较完整，它天空啊，就讲有清厚的东风明银茶，要有下杯只，好，要东厚色的反种茶，强下好，按用这种几费复耕我们的茶园，好，还有兄弟啊，第二乜嘢呢？因为你后生人唔很识翻咩，好，他讲讲唔敢生米啊。因为这个其实就是用它强怂的方式来推广你菜体的米食的文化哈。故说我们就拿那个再来米，好，再来米做你传统的米，好，还有俩阿乱哈，去做米松饼，这是我们在地的柑橘酱哈，全部有机的，这样子每一口看起来是一强怂呢，其实这个的老师饭冇差唔多啦哈，强用是一碗饭那种意思，好，所以啊，强用你专门做饼干，好。你喺阿伯去做，正经迄填暗码哦，小摆因客家人讲嘛个填暗码进圈啊吼，意思就讲，填暗码都填地度啊用，嘛个有个附的素材吼，叫做落去地度浸湿吼，用古法的客家的港中的方式吼去推广，我们就把鸭蛋阿卵吼捞俩菜卵米吼全部有机的去做米饼干，这样吃的饼干吼，用一口加一口用是同样就复耕我们的土地吼。我是细汉的时节，同阿婆吼都种下用种菜哦。细汉的时节落去带乡下带到太明村当过吼，几位人来讲东道的故事。故做亲细汉来做是一只客家的声音呢。不过呢，种菜以后，天地野外吼，许多菜场是按用土薯啦，吼青条路啦，都太常是来吃到东某米西吼。东攀的做讲冰了的时节，希望讲转到乡下吼，去天空浇水啊，吼去河坝按用做黄的啊，山当做钓的，都希望按用。不过一次都来土太好，真有机会多赚不卡。转去以后，阿婆就讲阿婆转来咧，后生人做来做嘛，吼下去田方嘅叫个烂体哦，阿公写动到约的哦，讲个有诶冇诶。
如果此种几奇怪啊，佢倾向嘅人做嘛讲，我用讲唔判定係轉來吼。故說我做見想只辦法有到底有乜個方式吼，我有機會多轉來我嘅故鄉。故說我才會做呢隻更山農場吼，希望有機會轉去。我行呢條路行到89年有嘅吼，永久嘅。不過呢，我嘅方法吼，也唔係講當特別吼，其實其他後生也做得挺嚟，吼，強用做嚟不卡，因為我發覺到。呢下係一隻完全新嘅時代。呢下呢，大家會當去通識吼，當中醫按用書去做嘅東西，吼，當古老嘅東西，大家當中醫，吼。以前是人去到太常寺，呢下時代無強用，你看呢下當到退休嘅人搬到種下來，吼。故說呢下時代完全係倒轉來嘅時代，吼。還有呢，在太常寺呢，其實也唔會講當幸福啊，吼，因為講咯。你看，啲勞保會破產啊，健保破產啊，國民年金破產啊，呢啲東西全部都會發生嘅事情吼。故說喺鄉下呢，乜嘢都考自家，係冇？隔壁嘅阿伯妹有種菜啊，吼，乜嘢有養豬嘅啊，養雞嘅。其實到鄉下的呢個現金呢，開始會減到很少。可是呢，啲下嘅用路動發達啊，吼，故說小安嘅啊，做到會發通啊，吼，完全唔受到影響啊。故說新嘅時代。轉到種下，我哋啲農創嘅時代吼，還是說後工業的時代，人吼，你啲下後生人吼，都需要很多刺激，吼，比如說啲下大家做某工業，全部去跨年吼，意思係強用嘅，就會尋求新的刺激，吼，刺激到哪呢？刺激在文化地度吼，文化嘅真有價值，吼，文化到哪呢？文化到狀況，比如說啲做個新嘅時代，大家吼有機會多轉來，吼。腳南下去，吼，下去試田，下去討論，吼，下去勞動人家用帶強下，天天呢，呢個文化做前轉來，吼，耕田有價值，耕田唔單止耕田天天啦，吼，還有其他嘅嘢做，全部先都算係一下做農嘅一部分，吼，一下做係新嘅時代，真正動用機會，吼，希望大家同埋其強下，然後大家吼。要按用機會，新嘅時代有一個新嘅開始，客家中真有辦法傳承下去，好，什麼大家按住先。